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行政院因应着美国的对顶关税，日前提出4100亿的特别条例，其中包括要补助台电的1000亿，甲强化国土安全论成的7500亿。也毋过在野党认为，这两项拢甲关税无关系，坚持要来删除，要甲遐个钱摕来全民普发现金。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讲，赖政府哪会当承诺？到伊任期结束，拢未起电价，安尼因就会同意补助台电。还是要恳请主席能够稍微控制一下时间其他委员讲话你也不按铃这个乱问一通。关系到经济稳定，每一个人拢想要加盟。因应 Trump 的关税冲击，立院审查4100亿特别条例，朝野党团的看法是真无同，尤其针对保护台电1000亿，南北立场是大争议。便于行事透过这个特别条例，把删掉的预算通通把它接回来，这样给人观感不好。因为之前已经拨补过3次，结果洞越补越大洞啊！显然在拨补这1000亿，没办法解决台电的问题。来看正议编列的4100亿特别预算，针对美国关税产业支持有930亿，国土安全论成1500亿，照顾民生1670亿。在野党认为，唔若保护台电的1000亿爱抬掉，就连国土安全论成的1500亿嘛，甲关税无关系，建议改用追加预算的方式，红抬掉的两项预算拢总是2500亿。国民党团提议转互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民众党共款嘛同意，唔过降做6000块。不然你承诺2028年之前绝对不涨电价，做得到吗？委员，但是我做得到吗？不能够，你做得到，我就支持。国际油价能够确定它不涨吗？市场的事情就不可能说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排除了国土安全韧性，绝对不是便宜新式一个必要性跟急迫性的需要，以追加减预算的方式来提出。我相信这是他们提出的重点，那也希望不要就这个议题再做争执。预算上好的解封要安怎参详？朝野之间佫需要找到共识。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